頭先睇咗一條片咧，關於成長小朋友成長嘅，我覺得係好緊要，就係有一個位，譬如你要成為一個專家，你由唔熟到熟，你由唔識到識，中間其實有好大個 gap 位，你係需要喺度 learn，係啦。咁咩叫識，咩叫唔識，唔理住，但係中間肯定有一個 gap。咁你入邊個 gap 就係你嘅學習區啦，係啦。咁好多人咧就唔會話，我一望到我就識呢樣嘢噶嘛。你中間要去不斷試，有啲人可能快啲，有人可能慢啲。咁但係中間你如果遇到挫折、遇到問題嘅時候，小朋友第一個反應係乜嘢？就係話我唔識。咁但係我哋要教育一啲小朋友，或者教育自己，去同自己去到溝通去講嘅時候，亦都係要同自己講，我唔係要識呢樣嘢，我只不過想喺入邊度慢慢學習，樂在其中啊。然之後去到成為一個長期喺呢一個學習區域嘅一個專家，即係長期 stay 喺呢個位嘅學習區域。係啊，雖然係有挫折，雖然係有痛苦，但係我都能夠 suffer，我都能夠 take。我知道我 take 完呢一個咁 suffering 嘅一個時刻嘅時候，我能夠進步，我能夠成長，就係咁啦。